来看阿里山的森林铁路旧的车厢哦，重新设计，伫今仔通车111周年的纪念日正式对外公开咯。新的车厢哦，是以台湾地有种阿里山的迎宾角来设计。车厢的窗仔改做是大片的透明的玻璃，有设备会当提供影像的无线紧急通话系统哦。拄到紧急的状况，司机员佮车长会当随透过画面马上来做判断。 新车厢出给民众欢喜来翕相，这个拿铁旧车厢改装的许悦号，以台湾特有阿里山迎宾鸟的形体来当作是设计的理念。外观是用公角欣赏的蓝色、橄榄色来设计，母角欣赏的色水即是放伫车厢的内部。伫25号，阿里山拿铁通车111周年正式来登时。许悦号它是改装列车，就是从原本就有的这个列车加以改装的。那未来我们希望针对临铁的乘坐呢，我们可以提供给旅客多元的这个乘坐的体验。 旧车厢原有红色、黄色的既定印象刻条，变装了后有搁较大地的透明玻璃，互游客伫咧行进之间会当看到搁较侪景色。车厢嘛分做家庭、团客，啊，搁会当看风景的所在，更加是增加新的安全设施，有无线紧急通话系统，会当通电话嘛会当提供的影像。上是透明的驾驶室隔间，然后还有可以旋转的。这一组列车有5列，那我们今天就是然后还有一些贴心的设计。拿铁表示，这个紧急的系统会当辅助着司机员来车长，伫咧赶紧的时间快速来判断，未来嘛用伫咧其他拿铁的车辆决定。许悦号嘛会伫咧明年1月，甲其他的车厢做伙公告招标，上紧明年4月就会当来营运。记者林慧婷、王柳婷、林昭宽加以报道。